我其實係想讀法律嘅，不過中大當陣時冇法律，咁最接近法律嘅應該都係政治啦。咁加上咧，當年嘅中大政治系咧，其實我哋好多老師、好多教授咧，就常時都會喺電視可能係評論下時政啊、接受下訪問啊咁。翁松元教授啦，咁佢當年係政治系嘅講座教授嚟嘅。翁教授就同我哋去參觀唔同嘅地方，譬如話當陣時我哋叫做行政立法兩局嘅非官守議員辦事處啦。另外比較特別就係當年都入咗去新華社駐港分社嘅，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經驗嚟嘅。咁我就自己覺得呢個即係比較特別，中大嗰個教育嘅獨特之處，唔係淨係你本科自己嘅事情，而係可能都會有一啲其他嘅嘢啊可以了解到。我記得大學1年班嘅時候，同一班即係幾個唔同系嘅朋友就搞咗一個叫文化檢閱嘅小 project， 就係學生會嘅。其實嗰時就係講緊話流行文化點樣係影響緊我哋嘅意識形態，咁原來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嚟嘅。當日搞嘅時候唔知道咁重要，咁就純粹都係用一啲比較有趣嘅方法啦。嗰時有少少嘅啟蒙，喺呢一方面嘅意識敏鋭啲，咁甚至對我而家工作都有幫助。我諗因為我讀政治系啦，咁我加入咗政府啦，咁所以我可以學以致用嘅，應該咁講。除咗我頭先講翁松元教授啦，咁黃宏發老師啦，佢都係即係我一個好敬重嘅老師。我讀緊書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加入立法會啦。咁所以咧，佢有陣時咧就會同我哋分享佢立法會嘅即係一啲工作嘅心得啦，亦都係有一啲嘅新嘅啟發啦。中大另外一樣嘢咧，就真係個通識教育嘅。我記得當陣時嘅李國章教授，我到而家都仲好記得佢講話肝咧係一個唯一一個咧，你割咗之後佢可以再生嘅人體器官。咁所以如果肝有事咧，即係大家就千祈唔好猶豫，就真係要外科手術去處理佢咁樣。呢啲嘢記一世嘅。我諗我都幾清晰，我係想服務市民，係想服務社會。咁所以我其實當年畢業嘅時候揾工咧，基本上都係揾政府工為主。第一係學以致用，第二係開心可以做呢啲嘅範疇，亦都不斷係識到新嘅嘢。咁所以冇諗過我會一路喺政府做到即係退休㗎啦。其實挑戰咧過咗去就係過咗去㗎啦，過咗去就唔覺得係挑戰，係即係經驗。不過我諗比較有趣嘅一個經驗，亦都好難得嘅咧，就係當年2005年，我哋喺香港咧係舉辦世界貿易組織嘅第6次部長級會議。我哋當年係開會係開咗應該8日嘅，咁咧8日只係瞓咗11個鐘頭啫。咁你就學識咗咧，用最少嘅時間，只要可以俾你瞓低，你就要即刻瞓着。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當年咧係嗰個資訊發布已經係好主動㗎啦，同埋係好詳細。當陣時我哋嘅即係市民啦，甚至我哋嘅媒體朋友咧，都唔係好熟悉呢一啲嘅課題。我哋其實當年亦都有媒體嘅一啲工作坊，透過一系列嘅工作坊咧，等我哋傳媒知道，首先咩係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係乜，貿易談判我哋傾啲乜嘢嘅咧，對香港嘅重要性係乜嘢咧？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咧。首先喺疫情嘅時候，我哋個旅遊受到好大嘅衝擊嘅。體育方面咧，亦都係即係其實體育兩字咧就包括幾十樣嘅體育活動，仲要有好多新興嘅體育活動，既要普及，而我哋嘅精英運動員又要即係被好好嘅栽培，然之後攞到好成績都係好重要。其實都感恩嘅。啟德體育園順利開幕咗之後咧，我哋無論係表演藝術或者係體育咧，其實我哋多咗一個新殿堂，所有活動都係一票難求，令到香港我哋增強咗好大嘅議價能力，同埋令到我哋重新係喺即係旅客同埋參與體育盛事嘅朋友嘅心目中咧，香港而家變成都係一個必去嘅地方。呢個咧對於即係香港拉動個經濟咧，其實都好有用。近年亦都有咗西九文化區
呢一類咁好嘅文化資源，變咗咧喺呢一方面嘅發展係好好嘅。我諗有一樣嘢好緊要咧，人都係要忠於自己嘅，忠於自己嘅喜愛嘅嘢啦。如果係剛剛入讀嘅師弟師妹，你揀啱咗學系之後咧，咁你係要需要努力嘅，呢個非常重要嘅，紮實咁打好你嘅基礎。但係就唔好只係集中喺你自己中意嘅嗰一或者選讀咗嗰個科目範疇。要點樣可以 keep 住一路人生幾十年都係能夠不斷向前行咧？我估其中一樣好重要係努力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不斷都有一個好奇心。咁我諗呢個係會令你不斷去追求新嘅知識啦，追求新嘅進步啦，學習新嘢啦。咁係我哋今天嘅社會亦都好需要啦。